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超过100年历史的宜兰客庄德安村是个有趣的石头城。在这里有许多用石头堆砌而成的围墙，沿着围墙往里面走，我看到一口非常大的水池，上面写着井仔头。当地人说，早期居民必须轮流到这来请水。究竟什么是请水？又要把水请到哪里去？太仔，我听说以前当地居民会来这里请水，什么是请水啊？其实早期德安村的村民就是靠这一口井在生活，生也是井仔头，死也是井仔头。为什么这样子说？就是我们生小孩子的时候啊，就要来提水去帮小孩子灌洗，然后人往生了以后也要来请水送水神，这样子的意思。我是听说这里还有另外一句谚语，叫是“拱高搬九桃”，是有这句谚语吗？对啊，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，这边的堤防会溃堤，溃堤洪水进来的话，石头就会淹没整个村庄，也会淹没他要耕作的稻田，然后他们要耕作就要搬一次石头。哇，这里常常溃堤，那为什么不搬走呢？因为这就是客家人的坚持跟那个勤俭持家的理念吧。听完吴大姐讲的故事，看到四周坚固的石墙，不禁想到这100年来德安村民不向恶劣环境低头，水来了堵住它，溃堤了护住堤，大水把石头冲走了，居民就团结起来，将冲进田里的石头搬走。吴大姐说，要知道当年有多辛苦，一定要仿效当时客家先民砌一次石头墙，才能体会各中滋味。嘿嘿，我来了。能体会早期他们的生活，是真的不简单。所以现在是把它堆叠起来吗？对啊，你要先平平的这样子，先把它堆平，然后你要2个中间的地方要交接。2个放，可是要让它不能凹起来。对。所以这个石头就是刚刚说溃堤的时候流进来的石头吗？对啊。然后再用这个石头，然后慢慢把它堆成我刚刚看到的那些墙。对啊，我们刚才不是说每次溃堤就会淹没整个稻田，你要耕作就要把它搬起来。哇，由这个体验的这个堆墙的活动呢，让我了解到其实先民的生活啊是真的不简单。那更有意义的是啊，会让我更珍惜现在的生活。